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，已经12月啊，是逐当我上介意的月份，这季嘛来到大选。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大选。大选汉字写作大选，罗马字写作得爱大，思月选。大第7条，选第4条。大选两字拢读文读音的时，是咧讲这气；那读白话音大势，是咧讲势路真大的意思。两个意思无共款哦。大选大约拢伫新历12月初7到初8迄刻斗，是天气加阴寒的时阵。即阵的寒流一降比一降较寒，会互人寒到死死准，喙会爆豆啊！讲到爆豆啊，大雪拄好是土豆大出的时阵。咱台湾的土豆一冬会当收成2届，旧历5月到7月采收的号做春豆，10月到12月采收的就是冬豆。爱食土豆的朋友，会使趁这个时阵好好享受香公公的土豆。在台湾，冬天时啊的气候互风面影响，落雨的所在拢活伫北部甲东部地区较侪，中南部无啥雨水，水库不时要无水。毋则有一句俗语讲：冬天雨较贵麻油。表示冬天的雨足珍贵。阁有一句俗语讲：大雪无云是丰年，意思是有七大雪迄天若好天无云，过来就会歹年冬；啊，若大雪迄天有落雨，过来就会大丰收。耶！六大雪。加阴寒、爆豆啊、土豆，冬天雨较贵麻油，大雪无云是丰年。大雪这阵啊，嘛是梅花菊花长开的时，寒寒的天气去赏花，嘛真浪漫呢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哦，多谢呢。